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开始提摩太后书的共读。那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请家军带领我们大家来做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主，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线上相聚。主啊，也许我们在每一天的时候有愁苦劳烦，但我们真的是要像歌曲唱的一样，打刚秋 VV。主啊，现在我们要开始读神你的话语。不论是在路上的，或是在户外的，或是在家里的，在一切每个人的岗位上的也好，主求你保守带领我们每个人，听的说的都得到神你的教导与益处。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第1章，好，那从第1节要到第14节。那我们要请苏清长老来带领我们读今天晚上的今天的经文。苏清长老的麦克风有没有打开？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提摩太后书第1章1，我是保罗，我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来宣布他借着基督耶稣所应许的新生命。2，我写信给你，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父上帝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赐恩典、怜悯、平安给你。3，我感谢上帝，就是我与祖宗一样，用清白的良心所敬拜的那位上帝。我日夜在祷告中怀念着你，一想起你惜别时所流的眼泪，我就急切的想要见你，见到你我就会满心快乐。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外祖母罗起和你母亲有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我相信他们的信心也在你心里了。所以我提醒你，那在我为你按手时，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你要使它像火一样燃烧不息，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使我们胆怯，相反的，他的灵会使我们充满力量、爱心和自制。因此你不要把为我们的主作证当做一件羞耻的事，也不要因我为了主的缘故成为囚犯而觉得羞耻。你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为福音分担苦难。上帝拯救我们，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他在万事以前就借着基督耶稣把这恩典赐给了我们，现在由于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来临而实现了。基督已经毁灭了死亡的权势，更借着福音把不朽的生命彰显出来。11，为了这福音，上帝指派我做传道者、使徒和教师，因此我才受这些苦难。但是我仍然满怀确信，因为我知道我所信靠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守他所付托给我的，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你要坚守我所给你的那健全的信息，作为你的规范，也要守住我们跟基督耶稣连结所得到的信心和爱心。14，要借着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持守那付托给你的美善。以上。好，谢谢苏清长老。那我们牧师今天和青年一起来录影，好，所以牧师有先录影预录。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昨天已经读完了提摩太前书，今天要开始继续来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这3封都列为保罗的教牧书信，也是保罗在第4次布道旅行离开罗马监狱之后所写的书信。提摩太前书最早，再来是提多书，而最后完成的是提摩太后书。而提摩太前书像是领袖手册写给同工，提摩太后书像是教战手册写给同工如何面对敌对的权势，提多书像是行为手册教导命令提多应当怎么样行。而且3封书信
所写的地点也不一样，分别在马其顿、罗马监狱和哥林多。在使徒行传28章，保罗从罗马监狱离开之后，软禁2年，离开之后呢，他可能路线就是先来到了以弗所，又去了哥罗西，同时呢，他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接着保罗又从哥罗西去到了马其顿的腓利比，并且在腓利比写下了提摩太前书，寄给提摩太。而当保罗写完提摩太前书之后，他可能又再回到了以弗所，并且要去到了克里特或是格里底岛，同时也把提多留在了克里特岛上，而他就前往了哥林多，并且在那边写下了提多书，写给人在克里特的提多。而且他在哥林多渡冬，去到了尼哥波利，在尼哥波利渡冬，过了冬天，应该是等这个海象气候稳定，他的计划是要去到世界的地极，去到西班牙，这也是在罗马书可以看到保罗有这样的计划。而在保罗离开了写提摩太前书到提摩太后书的这段期间，也就是尼禄皇帝他最后的那几年，尼禄皇帝我们有看到他的故事，特别在他杀死妈妈之后，他的变本加厉，所作所为越来越疯狂，甚至在主后的64年7月18日，罗马曾经发生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呢，总共连烧5天，在罗马城中有14个区，其中有3个区全毁，7个区受到重创。而这场火呢，许多的传闻认为就是尼禄皇帝他所放的火，而且他嫁祸给基督徒。也因为这场火之后呢，主后64年，差不多就是保罗要写提摩太前书那个时候，基督徒开始受到全面的迫害，当时的资讯还没有那么发达。但是保罗写完提摩太前书到他写提摩太后书，整个基督徒在社会的地位越来越不受欢迎，甚至保罗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保罗的行程，如果他去了西班牙回来之后，他又经过了哥林多，并且把以拉都留在哥林多，接着他去到了米利都，把特罗菲摩留在米利都，然后接着他前往特罗亚，但是呢，他在特罗亚就被逮捕，留下他的外衣、书还有皮卷，人就被抓到了罗马监狱当中。这是他第2次来到罗马，但是这一次不是自己租房子的监狱，而是罗马的地牢地窖，也在那边他写下了今天我们开始看的这一卷提摩太后书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也在这个地方来殉道。所以我们说这是保罗第5次的旅行，从罗马回到罗马。那这当中其实留下这3封的教牧书信。今天我们去到罗马，可以看到这个关过彼得和保罗的教堂监狱教堂。那上面是一个大教堂，下面是个小教堂，地底下呢才是罗马保罗被关的罗马的地牢。这个地牢可能就是保罗被捕之后在这个狱中所写提摩太后书的地方，里面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只有上面一个唯一的出口，而且是黑暗的，又潮湿的，又脏臭的。而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绝望，也没有决志，而是他仍然把握机会写的这一封非常重要的提摩太后书，写给人可能还在以弗所的提摩太。彼得后书比提摩太后书比提摩太前书更贴切，因为是保罗出狱，在布道旅行当中突然被捕，再度回到狱中写给提摩太。他自知在世日子不多，也把最重要的事情对提摩太做交托，所以本书可说是保罗的遗书。本书主要的论题是坚忍，保罗劝勉提摩太不要畏惧艰难，至死忠心见证耶稣，要坚守基督福音和纯正道理，负起教师和传道的责任。保罗告诫提摩太不可卷入愚拙无知的辩论，希望提摩太以效法保罗的榜样，学习保罗的信心、忍耐、爱心、坚忍，并忍受患难逼迫。保罗一生几乎没有错过一次传福音的机会，甚至在被捕、被囚、被审时，也努力把福音传给还没有听过的人。保罗勉励不止提摩太，也勉励基督徒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要当努力做神贵重的器皿。今天我们读到的第1章1到14节，可以看到1、2节是一个开首的卷首的问安，保罗写信给提摩太。3到5节
保罗为提摩太的信心感谢上帝，特别第4节提到纪念你的眼泪，这个眼泪可能是指提摩太保罗上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分离时所流的眼泪。而第6到10节，保罗激励提摩太要勇敢的服侍主，特别是在第6节说，为这缘故我提醒你要把神借我给你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如火挑旺起来意思就是重新点燃。而且第10节保罗提到，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已经表明出来，基督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朽的生命彰显出来。把死废去指的就是解除死亡的威胁。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5章或是希伯来书第2章，人在罪死魔的权势当中，但是借着基督，他把这一切的罪，把死亡，把魔鬼的权势都废去。而第4段11到14节，保罗用自己当作榜样，嘱咐提摩太倚靠圣灵守住真道。所以在第12节，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设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那日就是指主耶稣再来审判世人的日子，也是我们昨天在读提摩太前书最后一章看到的耶稣基督的再来的那日。而第13节，你从我听到那健全的言论，要用基督耶稣你的信心爱心常守着，作为规范或是规模。原来的意思是指可供依循但有待发挥的草图，后来指标准大纲轮廓蓝图或是规范。所以保罗是用自己当作榜样。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我把它放在同一页，为了让我们看出它的结构，所以字会比较少一点。首先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保罗提到非常多的我是保罗，我奉上帝旨意做使徒，我写信给你，我亲爱儿子，我感谢上帝，我祖宗，我日夜，我就急切想要，我记得你，我提醒你，我为你按手，我相信他们，我为了主，我受苦难，上帝指派我，我仍满怀确信，我知道我所信交托给我的，你要坚守我所给你。所以保罗一直用第一人称，可见他在监牢当中，他是这掏心掏肺。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你是谁？提摩太，亲爱的儿子，愿恩典怜悯平安给你。我想念着你，祷告你，想起你，记得你，你的外祖母，你的母亲，然后也在你心里。我提醒你，我为你按手，上帝所给你的恩赐，你要怎样，你不要怎样，你要怎么样好，你要怎么样好，作为你的规范，托付给你的美善。所以再来就是你保罗提摩太，两个人关系非常直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第7节开始，上帝赐给我们的灵不使我们胆怯，他的灵使我们充满力量。不要把我们为主我们的主作证当作羞耻的事情。上帝拯救我们，呼召我们，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他把恩典赐给我们，由于我们救主彰显。然后13节要守住我们跟基督的连结，要接着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所以我们看到三个你我你我们，这个我们不是只有我和保罗和提摩太，指的也可能包括所有一起传福音、一起为主摆上的每一个人。好，那我们看见这样的三个的结合，另外还有三个的结合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结合。首先我们看到上帝奉上帝的旨意宣布上帝借耶稣的新生命，愿父上帝，我感谢上帝，敬拜那位上帝，按手时上帝所赐给你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上帝的灵上照上帝所赐的力量，上帝拯救我们做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旨意，上帝指派我，相信上帝能保守他所付托我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父，接着看到圣子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基督耶稣所应许的新生命，主耶稣基督的恩赐恩典，还有不要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做囚犯而觉得羞耻。然后救主耶稣基督来临实现，基督已经毁灭死亡的权势，还有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日子，然后我们跟基督耶稣连结所得到的信心和爱心。那再来就是圣灵，圣灵就是耶稣上帝借应许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新生命，圣灵就是上帝借着按手时所赐下的礼物恩赐。圣灵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灵，不胆怯。圣灵是上帝的灵，使我们充满了力量。圣灵是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圣灵是让我们得着不朽的生命。圣灵就是在我们内心持守那付托给我们的美善。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完整的结合。
我保罗、你、提摩太，我们一起服侍的同工，而圣父、圣子、圣灵在这边结合。那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3个信息，这些信息还有一个就是信心，还有一个字关键字很多，就是信心。第5节开始，纯真的信心，你的母亲、外祖母的那种信心，这种信心也在你的心里了。然后呢，第12节，我满怀确信，我相信我所信靠的也深信。还有你最后接着要跟基督连结所得到的信心。所以信心这个字也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1章反复的出现。那3个信息，第一个就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你要使它像火一样燃烧不息。第2个信息，你要照上帝所给你所赐的力量，为福音分担苦难。第3个信息，你要坚守我所给你那健全的信息，作为你的规范，也要守住我们跟基督耶稣连结所得到的信心和爱心。那在这短短的14节的经文当中，在我们的圣诗里面就是记载了2首。第一首是在新圣诗的532首，我要用台语来念比较贴切。我领救主无惊见笑，好大干净道理，好大干净道理，报用耶稣恩典奥妙，欢喜叹伊驾时，欢喜叹伊驾时，欢喜叹伊驾时。我领救主无惊见笑，好大干净道理，好大干净道理，我用耶稣恩典奥妙，欢喜叹伊驾时，欢喜叹伊驾时，欢喜叹伊驾时。这是马街在传福音时候最喜欢唱的这首诗。不管他去哪个庙口，在哪个老街，他都会在那个地方大声唱这首台语的诗。然后呢，招聚人，然后再开始来讲，就是谁是救主呢？有些人记得外国人在这个所在无惊见笑呢。另外一首是上帝疼痛太为遐大，这是新圣诗的184首。上帝疼痛奈为遐大，欢喜喜乐互我，紧我卑微小歌的人，互我介意滚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信我靠为伫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上帝疼痛那为遐大，欢喜喜乐互我，紧我卑微小歌的人，互我介意滚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信我靠为伫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来自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12节，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提摩太后书不以为主做见证为耻后书的第1章第8节。那今天这段的信息这3个重点，保罗要提摩太将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通过信心的传承，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同时也要为福音同受苦难，不以为主做见证为耻，要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耶稣再来的那日。第3个信息，要靠圣灵守住善道，要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还要守着住在里面的圣灵，还要守着所交托你的善道。保罗虽然人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他也知道自己可能要被判死刑，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仍然要提摩太要坚强，要继续点燃热情，要继续愿意为福音同受苦难，而且要靠着圣灵来守住善道，以善胜恶。今天的金句提摩太后书1章7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上帝给我们不是惊吓的心灵，是快乐仁爱和自在的心灵。For the spirit God gave us does not make us timid,
but gives us power, love, and self-discipline. 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透过提摩太前书看见上帝要保罗如何来兼顾以弗所教会，而透过以弗所提摩太后书，也让我们知道上帝要每一位服侍上帝的仆人都要打美好的仗，做主忠心的仆人，并且知道所信的主是谁，也相信这位主能够保全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日。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也愿上帝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发光，征战那美好的征战，来传扬那美善的道。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平安，谢谢家军，谢谢苏庆长老，大家晚安。谢谢牧师，再见。晚安，谢谢牧师，晚安。